周星驰这几年大多是当导演而很少亲自演出，但是他的新片《新喜剧之王》曝光幕后花絮，他严厉又毫不留情地指导演员们，让片场气氛一点也不喜剧，而是相当严肃。不过他总会亲自示范，希望做到最好。另一头成龙主演的神探蒲松龄，他不用当导演，则是一直担任卫视大哥。导演周星驰，你不要永远都用你这种方式，我不想你这样子眼头戴着全罩遮阳帽的。就是星爷周星驰，在他最新导演的作品《新喜剧之王》当中，片场完全没有喜剧气氛，而是被称为片场暴君。导演周星驰，零，你是零，你一脸的零，为你现在试试，不要老常叫好，好玩又不是啦，大一点惊吓，我后面接那个啊那你就加一个啊就 OK 了啊，不要我看看这样，好吗？毫不留情，讲戏讲着口气会忽然变凶，都是周星驰在片场的日常，甚至还有工作人员泪洒片场。演员鄂靖文，我听组里的人说星爷拍戏很严格的，经常一上午只拍一条。导演周星驰，你是这样子做，你这样子做就不行啊！你在干嘛啊？喜剧之王相隔20年再推出续作《新喜剧之王》，作为大陆的春节贺岁档，星爷自然不敢马虎，他自编自导，虽然没有担纲演出。对品质严格要求的他，也都亲自示范给演员们看。同样大陆贺岁片有抽中台湾上映档期的《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》，影坛大哥大成龙则在片场构成了另一种气氛。演员阮经天，成龙大哥永远都在喂我们东西吃。演员成龙看见这么多人吃得开心，我就很开心。源源不断的食物，一有空档就喂食给其他后辈演员们，甚至连动物演员也照顾到了。当过导演的成龙，被大家称为大哥，也像个大哥般照顾所有剧组人员，细微到连打扫、搬道具都没放过，像个过动儿般闲不下来。各种暖心举动也成为片场人气王。